大家好，我係 Chloe 莫巧兒，依家係一個體育記者。我本身都有留意港超聯嘅賽事，亦都想投身體育傳媒工作，但我一直諗唔到有咩機會，直至到我參加咗 JSR 計劃。喺計劃入面最深刻嘅就係可以參與精英杯賽事嘅直播，體驗做評述員講波，同埋識咗一班好朋友一齊去參加唔同嘅實習。我亦都好開心，完咗計劃之後得到去香港電台做體育記者，報導全運會同殘特奧會嘅機會。連續10幾日喺深圳直擊賽事同埋訪問運動員，本身自己對鏡頭好緊張，港台嘅導演同攝影師都幫咗我好多，令到我可以順利完成2次去深圳做全運會記者嘅工作。呢啲經歷都令我畢生難忘。如果你都想體驗體育傳媒工作，即刻報名參加 JSR 計劃啦！